艺术水阁好，佫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有真侪台湾人咧讲话，形容词拢会加重口气。你像讲铁气都已经足铁气啊，伊毋信啥叫做铁气啦。结果吼，有个人讲铁气当牙槽，啊铁气当牙槽，毋就讲话锵，喙齿铁的牙槽当的，毋是啦吼。这个当牙槽就是咧加强铁气的口气。啊，台语内底吼，真侪成语原来介出名。4字的成语，你甲分析落，两字拢伫咧加强口气。国情啊，你咧讲啥？来，咱一句甲排比，甲分析看卖。头一句咱讲人悬汉大，有影啦。人悬就是讲身悬真悬，汉大汉草原啊高墙大汉。啊，这款人悬汉大，两字甲拆开，就是咧加强口气。这个成语，国情啊，你要讲啥？来哦，咱来甲做一句话，讲人悬汉大，结果吼唔做咩啦，拢交杯一寡王兄柳弟，这咱知。王兄柳弟就是古早人咧讲王过柳过，啊，毋过毋是咧屁想姓王的甲姓柳的，毋是哦，这咱是对答。喙动喙咧讲，土白话讲的讲王过柳过就对啊。你若拢交杯一寡王兄柳弟，大路唔行，行弯岭；好路唔做，你要做歹囝。你明明好人叫你做啦，结果你唔啦，你干啊要做歹囝的时阵，副甲落尾会变安怎？会变讲吼，就会浪加散体。有影哦，王兄柳弟要到落尾脚要跋，甚至讲一寡花径要行。浪加散体，这世上的情形。毋过即句浪加散体，共款咱甲分析落，原来加强口气哦。浪甲散是毋是拢是动词？对。啊，加甲体咧，拢名词。浪加无够，程度无够，铁气无够啦，就要个当牙槽啦。浪加还佫无够，就要个散体。台湾人咧讲话，写即个成语，趣味就趣味伫遮。过来哦，啊，若王兄柳弟要交，或甲浪加散体，搭要安怎？当我看，就要甲你解劝。浪加散体烦恼的是啥？是对你食清这个囡仔，是恁兜的翁囝某囝，甚至讲是你的老爸老母。我就要解劝你，代志到这收煞，你唔通搁行对歹路去。我看你就要收骹洗手。哦，国情啊有影，即句收骹洗手，收甲洗有影两字，原来拢共款是动词。啊，若骹甲手咧，骹甲手就是名词。啊，好啦，国情啊，我咧做工吼，做甲手骨乌糟糟，无我来小洗一下。毋是咯，即句收骹洗手，意思解说咧，就是浪子回头，代志到遮当掂就好啊。你若晓收骹洗手，国情啊，共款过来做一个第五句诶，讲人悬汉大，交杯一寡王兄柳弟，或甲浪加散体。我看你就爱收骹洗手，时到吼，你的牵手也是你的老爸母。因就会欢头喜面，这原来是成语4字拆做两字，表示欢甲喜拢是形容词，头甲面拢是名词。台湾话艺术趣味的所在就伫遮啦。